古锥嘞。一定有像园长呢。是这样园长哦。是这样园长哦。这条大路通台湾水文化之路，行过内海，经过大圳，去过闸门溪的原乡，最后来到台湾上大的高仓嘉南平原，体验丰收的欢喜。无嘉南大圳的时阵哦，阮台南拢是看天仔田，有落雨就有通收，无落雨就无通收。有水库了后，一冬会当灌2届，较早3冬届当轮2届尔，啊，这2届佫无一定会收成。差足济咧，差足济对。水是生命的源头，是生活的愿望。哇！你卖走啦5月5号拜二暗时9點，對着阿良、阿群卡波，體驗水文化之路的歷史文化甲精彩故事。